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客家实验白话语文研究第90美食60篇文章。基本嘅主题係客家南北實驗。白話語文從200幾嘅定義部分，課文一時一語對照錄音第90篇，係提供各位鄉親大家共同嚟研究客家白話語文，同時來了解本土語文、本土語音係到底有一多冇相同嘅素材。大家都會記得，世界各國那係有不同族群，也係地方嘅不同，語音同文字都有不同嘅素材啊。所以我哋客家南北實驗白話語文，語同文也有多少嘅不同。希望各位鄉親能夠有交流接觸，來研究能會有增加交情來往。人不分老幼，天不分南北，自然就會融合團結起來。由此可見，一個語文嘅功能性有一大咧，也就係所地嘅大廈所地嘅基點咧，提供本各位鄉親嚟做個參考。同時，客家語認證考試經常都會出題資料之一，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對客家本土語言，就是客家白話語文安尼。我哋嚟先講嘅就是關於講這裡的這，在閩南方面呢有幾下音嘛，各地方有幾下音。一個這裡的這，在閩南講嘅，在南農地方一個就講日嘅，日嘅，在十강動詞方面就講拖落也只嘅，果樹呢落來嘅，女僕嘅帶呢就講呀嘅，苗栗方面呢就講掠嘅，掠安尼，一個龍潭呢就講離嘅，各位鄉親，大家記得一個。這個的這有很多音闽南講嘅、日嘅、拖日嘅、拉，果樹講拉嘅安尼再看一個定義嘅，在這裡的在，閩南族頭講呢，有講飼嘅只嘅飼按個閩南本地方這個採吃愛採嘅按聯絡方面呢，講客嘅只嘅，客嘅客女僕嘅方面講特嘅體嘅只嘅，家庭方面呢講都嘅只嘅，同苗栗有一部分按嚟講按龍潭中立方面呢講啲嘅只嘅，苗栗講在這裡的在呢，多嘅只嘅，等地方嘅語言。那在第三，以酒在這裡的酒一個秋一般都講秋。綠隊方面呢，就講土嘅只嘅土白虎呢，白虎嘅鄉親就講魯係安尼，秋就係安尼。第四呢，閩南族頭各地方也有個特殊嘅素材。第一呢，將一個國語變成記憶，是講九宮啦，應該九宮啦，上家國語家變成記憶家，上家變成上家，好聽一個呢，好語而且愛到好語，變成記憶一個音，高雄好語往雄。變成記憶有往上安尼，按閩南地區一個倒騰呢，
伊一个混合使用哦，从 T 到 ton 变成 T 到 ton， 头同的不分。然外还有呢，闽南台湾讲个呢言，按其他地方个了言，个南农，按讲其他个地方个南农啊，基农、那王农，也都闽南话，农。那王龙哈，也佢就會講啊，地方而咩嗰度冇相同嘅素材啊，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記得講啊，一個白話語文要有法圖、程圖、正確圖、常有法圖來了解安尼哈。可能技術上嘅詞嘅，技術上嘅南北白話語言同文語嘅對照啊，都俾大家嚟做個參考。第七步呢？第一，苞米一個就北部鄉親講嘅，稻米最後南部嘅，石昆就北部鄉親咯，南部咧就講轉敗，休息一下，忙前之間，第三，一個時候未到，時間還唔點到，嘅相同哦，忙前之間就走過來啦嚇。第四，牙餐，亦北部鄉親所講嘅啊，叫做毛利嘅俗語嘅馬言，牙餐啊，就改學嚇，一個摩托利啊，嘅馬言。第五，牽字命改，牽字命改，亦同那個南部講嘅連火幫錯啊，意思是相同。第五，傲慢的好，北部是講相當好的意思，但是南部是好時候哦，含點太多最好嚇，傲慢的好，所以南部鄉親聽到講啊，按會哦，傲慢的會哦，也唔係親會，還唔係佢個險安尼嚇。第七，後面，就變面發脾氣的意思，後面啊。變面發脾氣。第八，大擺腳架，就是欺負弱者，一個協翹腳架啊，第九，錯幹呢，南部嘅有人嚟講啦，一個過去老雜，一個坐監，坐牢。第十。強人學太祖把門風，也相同南部話有學太祖把門風啊，有錢有勢啊，貧窮人家學太祖啊，提升加多啲嘅聲望。第11，打點，原來南部冇嘅句話，打點就是打有節，記5點就係打點。打點1點2點1點，打點就是打有節啊。南部講打有節，冇得記5點。第12，運勢啊，一個運勢啊，一個有人講同運勢啊，運勢這個運勢嘅意思，運勢啊，勢力嘅勢。第13，一個腳木族，南部人講腳眼族，一個14，七班車，米是加啲帶啊，做車班車嘅車，七班車，北部人講七班車，南部人講踩班車，用七起來，南部人講踩起來。第15，跑格削，用跑油嚟削格削，就口舌風趣人家嘅話啦，就是跑格削，這個南部都講啊，口舌風趣人家嘅話。第16，普查。報時帶下咗4點水嘅，
叫做普茶。搿普茶南普人讲杂茶，杂茶，毛头讲泡茶，人讲普茶。第17安姜，南普讲安闹，改闹，改姜。安南普用讲改，一个用词。第18年称嘅方面啦，讲安，冇得安利、安豆，叫做白普话，就是个安蛋、安南安那个意思。安利、安豆啊，就讲安蛋，南普人讲啊。第19几多，几多白普人讲啊，一多多少嘅意思。嘅20浸死。本水浸死，咱南普对唔同意嘅哈。浸死啊，浸死国语是淹死的意思哈。浸死，浸死是讲食物方面，浸死是讲动物安尼哈。但是白普呢，一开都係用浸死，浸死。第21，一個雜蒸。好嘅記法佢少堂雜蒸即係講個雜事，個雜嘅意思，雜倉嘅意思，裝個裝有人講倉一個雜蒸，一個21咧注意考試嘅嗰時種考。第22在南普了休息閒談嘅時間就講一個仲係了是乜嘅意思呢？休息閒談，另外不卡了，另外不卡歇，要過夜，另外不卡雜，就要帶上褲嚟過夜喎。歇呢，長久基礎才嘅只嘅，才人不卡歇，所以嘅四則是了、歇、雜同歇南北講法冇乜相同所以西安呢語言文化交流個增加一個過程，所以咱唔係講南客北客樣有一個記法第8，看第8，南北西安語言同文言對照。第1，常言，他們董事方面所講嘅啦。就是常言就是常工做常工常工。咁冇技術即係個冇一句嘅意思。第3挖過來一個就靠近來靠減來挖來第4廉租位就班租位廉租位班租位榜數就是天數意思榜數，但是南普人講榜數機是後事相反榜數機同榜數冇相同，天數第6無頓文武的武頓就是愛頓第7專言就是多種類嘅專言就是專務個言第8邊控名單就是講邊填單個嘅單就是個邊控名單。第9數目這個下象同個下象數關節嘅數目那個下象嘅雙象下象一個相用嘅下呢，就是宰相的相第10不養雞就是價位恩養版是為恩養版恩養嘅第12落水，白普講落水是指地面上嘅，南部是講落雨是指空中嘅13
多头，多头呢倒过来的头，多头就过神的意思，是迄啦，多头啊。14食言，食言就7、8位啊，7、8位。15安阳，安阳就是个安呢，安呢。16转风头，就是撇风头的意思啊，转风头，撇风头。17食太快，食太快就是食上架嘅饭啊。过去有人讲是三光肉，三光肉，食太快啊，南部就讲啊，食三光肉冇得上架饭。第18行香就是进香。去点那个梅芳金香，行香。19松头剪，两个头呢剪哈，松头剪两头路的树啊，松头剪。第20脚木竹，脚木竹就脚眼竹，脚眼竹21板条，一个北浦讲板条，南浦讲面趴板。唔前切开一条条的呢，佢就按到面趴板；切好的呢，嗰种板条啊。第22，食盐啊，食盐，一个有讲我哋南浦讲盐板呢，盐板呢。23结团，结团就是神合，写一些粒嘅，同一个团结冇相同啊！团结就是一个太快，太快，所以连音用词是汉用出一个 R、A、O 啊，在广东人是起哦哈。韵母啊，一个韵母有多呢 ？R、A、O 嘅，一个声母有多呢？个是啊，有11个，所以韵母也提到了 R、A、O 以外呢。一个 A 音咩啊 ？A 音咩韵母诶？个诗啊，这是实体字，实体字有一个、两个、个，我得，介绍的介，提防啊提，了解了，得到的再实派，有实体诗哦。一个 A 音咩？这个实体诗有望文生义，但是跟当前只有读本音的 A 音咩啊 ？A 音咩？一个本音诗。就按照这个是韵母、腔母、韵母音，语音同读音呢是包括是声母、韵母、上调安尼哈，所以各位同学一个连音使用法，请大家多多共同来研究安尼哈。共有个8九个字母哈，一个连音使我所讲的连音是 union 一个音。一个连音诗，一个第三个有我得安尼哈按个一个两个一个介绍的这案，所以简单讲对这个哈，你讲啊甜甜的、酸酸的、的、拍的气的一个就为了个咩呢个白安尼哈。南北语音伫这里也相同还有，所以对一个创新歌、老山歌、山歌子平板手条啊，都系有。再讲到第9部分，南北诗音拍花语音同文艺对照。第1就头转门，就头下转门啊，一个。第2摇轨。南部讲五轨，主点，一个主那个那个主打咩主点到一暗点一个第4好空，南部讲好扛，一个好空也就是实际上个。空军的空，从一太强的强安尼哈，第5高摩起头，都对南部讲啊，不装后的意思啦。碰行就是加改
结改提切妖鬼假生意，就是ใน南浦讲啊，好路先生假生意一样啦，哈。第八个起嘅，按起嘅啊，起就新鲜啊，嗰起南浦嘛相同讲嗰起。第九大空口就是大年轻，一下起冇好势啊，就大空口。我一個南浦嗰小堂嗰個句話，大空口起冇好勢會往下去啊。第十冇眼水，冇講冇木水，就是冇眼講嘅意思。冇眼水就是冇眼講。第11咳人，咳人就是罵人嘅意思，罵人。12棚嘅改啊，棚嘅改，一個南浦都講盤嘅改。第13個抄轉，反抄嘅抄轉就無限次差啊。14大額面係哪？就講反面嘅意思，變面嘅意思，大額面。大額面一個北浦鄉親所講嘅，南浦是講反面。那個15鹹車就鹹嘅鹹，車就是那個平時片這個反義啊，車一個這個惡毒嘅意思，鹹車就對南浦惡毒安尼吼。第6連米就是六米就是六米啊。第17炒價，我們講炒就搖用炒起嚟嘅嚇啊。我吐嚟去嚇，我炒嚟去，也就搖嚟去。第18就強口就小口嘅意思，強口嘅啊。第19鑊下，要講鑊架，有兩個字嘛嚇，卡架啊，意思本人調，也叫做土花味嚇。所以今日同大家提供到嘅到南鹽、北鹽、四鹽、用鹽啊。各有不同嘅所在哦，請大家一個看基本嘅一個名稱喺度裡，用寫一看一遍，聽一遍再看一遍，安尼嚇。冇圖前種嘅連音詩來源係樣嘅咯，詳細請看一個名稱喺度裡，一點嘅就看得到啊。我哋一個研究客家白話語文嘅。一道文法啦，嘅範圍要大嘅，也係幫大家嚟提起大家嚟個研究喎。呢個所講啊，客家嘅聲韻調也最重要嘅，主音。第二呢，常用嘅客家嘅文字啊，記響起來300人嘅嚇。第三，一個客家嘅語文連音詩嘅文法。也非常的重要啊！也提示通常是語言嘅特殊點係按度乜嘅，嗶哩波羅、噼里可羅安啊，嚇一道語嘛。第5，客語嘅稀釋語音有一度嘅啊。第6呢，客語文法嘅非正一條解嘅，一共有25個地方啊，有項目。一個陸陸續續已經基本各位鄉親大家嘅啊，所以主要是講一個模擬一個客家白話語文版建議下，研究是到位喎，所以冇催搞嘅，只有將我所研究嘅資料呢，全部名稱用 email 冇圖用 line 啦，基本各位鄉親大家嚟做個參考。縮短大家來研究客家語文嘅
一个流程SOP 安尼吼，所以我就时常印象非常一个练吟诗一个贴出来，主要是要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个练吟诗，一个当过的1、2、3、4、5、6、7、8、9有9个声母啊，哈，8个声母，一个 V L 一个东西，就个A 来讲就读 A。就哇啦呀嘛那啊嘎巴么，都本吟诗啊，多单音的世界都用本吟诗，听一个是 A 音，古书创作性比较动是用 E 音，一个是一个古书创作性比较动啊，一个 V D E mini G B 一个音，一个其他嘅呢？为了也咩呢？个别个音安尼吼，O 呢，吼，一个同 A 啊，一个韵母 R 同R 同 O 啊，就是同上音嘅，叫做虚字。A 音呢，实体字也一共有也一个用强势嘅，一个有实体字有分为T上、T上、T上上。思想安尼，按过来讲，一条事情啊，希望各位乡亲认真来研究一个客家白话语文安尼吼。后来今日时间的关系，就同大家个说明报告到了这个，希望大家感谢，再见。希望按自些要中意請分享。下愛拜託大家，可以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